后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要来讲无同的民族、无同的风俗。譬如讲，这个日本人放这个招财猫来招财，啊，那咱台湾人咧是相信这个金钟池会当带来好财运。乡亲来看，这尊世界上界大尊的金钟池，离这个桃园北地一间财神庙，听讲哦，只要摸到伊的腹肚，就会当带来好财运。高笑、跨五笑、东五洞，这是全世界上界大的金闪树，放伫庙的头前，高水模样，互人想要挖金看清楚，嘛好奇想要甲摸看卖。因为传说中闪树会加钱，将钱吞入去腹肚内，只要摸伊的腹肚，金闪树就会将腹肚内的钱吐出来。我看到这一尊金蟾蜍是世界最大的，那它的那外形很可爱，很饱满这样。闪树代表招财，桃园这间金闪树庙每一天拢有真侪信众来这拜拜，都是希望会使带来财运，带些财宝，沾财气回家，加持它本身的能量。民间的习俗，农历8月初8是西王母娘娘欢桃大会，8月初5众神的做伙，也就是所谓的大盛会。这一天就是开工求财好日子。